我再把它讲一次哈，非常标准。他听到他讲这些以后，讲到说花名册上面啊，只要填上房间号码哈，就那个小姐今天晚上就会去你房间。到这里哦，被陈佩琪打断，柯太太就说：“好，原来你去中国会创这，啊，后尾没当去中国，我准你去中国哦。”然后两个就就此开始吵架。 啊，我相信规道安尼，他们这样吵架。可只有你这边啦，啊，两个人无视于所有人存在，大吵特吵。啊，我怎样看到顾立雄都完全忘记了，他完全忘了这回事。这个有一些人，我们原来就知道说他在目前的政治地位上，他可能不方便讲这些话。哦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走过必留下痕迹。啊，你这个事情老实讲，副总统。 占他的地位，他也不愿意去讲这个事情。但是我站在我的立场，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？这是一个政治人物的 integrity。好，那我当然也在这个事情感觉到，柯太太，她真的很多事情不知道。还有一个台大法律系的女教授，对，也听过嘛哈。对，所以她赶快回应。她如果敢说我们讲的不是事实，我们后面还有。 那后面还有一个叫工会的，当然是听过人还是可以来作证啊，等你的答案而已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当然有联络台大的法律系教授，一个女教授，是，她也是很气，就是国栋大哥讲那个，是，我觉得女性这里家，听你给她讲这个我没讲，我气死了。